管问题看，不管是在环境真清楚，但是伊一定有清啊，要做到，但是莫做到。讲不成，动动天天。那我想到做别话咧，我想到的是别生存咧。就做人讲，成在心，心在心，生气，心辛苦。咱人有这辛苦，这心在运作，其实是辛苦的作用。但甚至动动拢天天做，每个娱乐市场就是种自信的作用。但是以天用不太无台湾的。狗仔伊嘛是自信，嘛是心。狗仔若无幸福，就是个咧狗仔来话，所有一切万物动物都是性的，这若无对话。啊，既然我伊就是叫就是堂堂显现。真正有变得出来，但是咱看话人看不成，变成咱看就是。咁即人会对观音法门入修炼的地方，听到一切的大地山河种种的声音，就我无毛病，就我无毛病。为修分书法门呢，伫大地内底，吼，伫瓦砾内底，伫一切有言、有言、有声内底，我都无毛病。当然修无修啦，体会无修啦，但是偏偏就是伫当堂显现出来，咱因为什么原因？自上究竟所以看的。我查，咱自上，咱自上，自利，大家话自上，我就无自上，然后我自上已经辛苦了，自上就是所以精简、精约、爱约，包括一切上，伫咱辛苦，咱完全包袂。伫咱业十八识的中内底，咱这中心内底种化的力业，迄个行业，就是讲过去所做认为迄个行业，咱在种化的。这个是说大家是讲，台湾几年来真正是一款，台湾几年来的业情，伫即当今，伫即个短短时间内底，讲要甲世界清清。这若有真正活着足大的功夫。但是讲真理、真法，爱去体会、去深入去，爱去有意，要去实施才可以。啊无咧简单啦，因为过去咱组织拢内底精髓开。注重引进，咱所思好出来，等于咱小翻搅出来，咱的念头转出来是拢不对的。我感觉小翻搅出来，咱自性不足，因为自性、自属，因为有情，所以我看袂看袂到。啊，毋是无，人家讲用我来当体会到讲众生原来有我，就说人家讲自发有我，自发有我，来当体会到讲完全有我，伊这来要找这我，我找辛苦。辛苦若死伫是我伫对，讲我是我的心，我死心伫对，所以要真正要处理我，啊，处罚真正只是处理嘛，不是处罚，一个真实之法啊，真正之法，用伫这假体来去处理。你听讲，我命何殊？即使咱来当魔法不体会到咱原来真正是。我就讲，即个诸法破了这个了，我摸面要求清楚，到底有差别，无差别。我就不经看嘛，人家时间都在来讲，分心、众生、三者是三无差，刚好是三，我咱看无差啦，我哋看无差。就说这样讲，温之以改，万物变地下了达真实。我本是发改，咱原本咧看是有差别的两项，但是真正的地下咧看，了达伊性，我伊的性伊是一项的。哦，即咱常咧讲啊，我做烦恼的咧，咱就是讲烦恼就是菩提，哦，即种诚好食，拢应该诚好食，啊烦恼就菩提啦，讲生死啊生死就是了烦恼，哦，即种会晓面，迄个法是性的，是这样来讲，生死了了烦是来，因为伫生死中是当一个大了法，伫烦恼中就是真正。这叫做无名之性，换来空性是发生不了。所以天地，伫咱生活中这个玄妙的变化，就讲会生发一切的作用，会运用一切的抒发，这个哪一处的这个空性，咱就了解。所以空性不是一件事，你来是无差别。因诸多点性灵一旦出来，不后，不行到天，出来后，
体会较安怎，因为天地内底有外物件，咱看爱体会，事实上是2.5真的通体会。啊，歹体会，咱文字讲伊也是讲讲咱人，要互咱去清楚讲，到底咱伫这人生的过程当中，真正要如何才能克服无自然之道？要安怎才能克服？我圣人伊法无思维，圣人伊法开出来了，就是要互咱清楚，就是要互咱了解，就是希望咱当真理，就是安尼。所以真理到底是跟面大概就，咱我先拄到遮。所以这两句内容，一个较简单讲的讲，就是伫天官内底出现。我们在不能讲天官的话，出现西施的门户，伊是伫遐出现，伊遐出现是天地，国是天地。简单讲的是拢相同，拢相同，无差别，但是人上转化。如来讲讲，天兵之文是天地经，啊，讲到天地，咱较是。若要问天地就上清楚的吼，就这中庸就袂上清楚。中庸内底伊咧论这天地，伊讲真好听啦吼，讲天地之道是福也、祸也、果也、名也、因也、救也。这中庸内底有来论嘛吼，福祸果名因救啦，咱来讲是哪里理解？天地就是福祸果名因救，天福地祸果名因救。反正人久的，咱后壁正法就是种不同的天条、地条、天条、地条嘛，天条地条做天地做天条，伊的神啊到底偌有什么人伊的神啊？因为本就是，那伊就意思是咧讲，处处生，必处变，必处生，处处变，意思就是个神变，神诸怪空叫做的是会提神变，但是一定上是讲伊的寿命。伊的寿命是足长的安尼意义。那么天地既然福祸果名悠久，伊这福祸果名悠久，阮又倒转来，伊是嘛是又倒转来，因为咱平常讲，倒伊第一个生活的物件是啥？看到天地。啊，事实上天地，咱咧讲天，到底啥叫天？无天变的啦，伊是天之是地。咱若讲当时这天之是地是空，咱地球里面变成一个地球里向，到底对来是顶悬上下，讲袂出来。咱半球啊半是，咱这边车个，讲这好囡仔都顶悬，爱会顶，北半球咱做做讲，这是南半球，爱北半球我做北半球伊会顶，到底是对啥个悬的？地心地心引力又入来了后，地心引力又入来了，大概就是小的，就是考虑。无一件物件，咱真是感觉咱做老师无？唔捌啦吼！我咧坐到美国，伊也无感觉做老师啦。规日伫即半伫即边，你讲说伫咱台湾遮哩飞过，看说飞过半个地球，走到美国，伊也无感觉我来到遮是做老师也无感觉。因为我一个角度是讲上的，都是非常不一定。啊，所以若既然讲天地只是有一地是一个球，也青。哦，即咱看做地，但是天的伊来做无尽的空间，无尽的空间，所以中国在讲也做福，无限大，而且讲做福祸果。如果伊咧讲天地，你讲天，塑胶胶是倒一伊有用，伊我切是黑的，你掉来就是天。或者说有的地方是没了，哎，那叫看到平常大家研究讲啊，研究没了啦，研究没了。讲到地嘛是讲，一贯性之多啊。那从讲从学技能甲，可能我都像一贯性的讲从学手背就按涂白安尼尔，但是呢，讲到伊看到涂的，进入来伊不想，一切拢总伫这个大地之中，再花甲伊个叫进入开始，进入甲伊不想，按地土之关系。所以天福是不是有天命？伊生活到于天地因，因天地的因，可能讲
对这经元生化思维，这思维不是思维先变思维天地的，这三项物件讲起来，拢是拢是道义的妙用，叫道义的精通性命啊，对不对？道义道生命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嘛，这叫做无名天地之始有为嘛，是叫道第一生活出来。咱来讲道生嘛是有的，咱讲天地都袂看，所以要论到这内底，讲天地经要论到伊内底真正的这实际的生活道理话，咱不比较话来讲，伊讲你后壁天地经来无好，不过伊用一句话叫边边有。讲到天地经了，你讲这个词汇连绵，上次甲讲看是有点，连绵的无相关意思，就基本来是讲无相关。啊，你讲这个道义的延续，独一字不改抽象字不改，伊。无论偌久，伊就是永远袂改变。无论安怎转换，伊就是袂改变。平常安怎变，只是平常变，对无对？平常变就对无变。你像我这古人来讲，我就不变，正硬嘛变。外口的平常安怎变，咱人的心象安怎变？细阵咧，比如讲，细个囡仔去看远河，看这星河，要逐岁去看星河。你个看是是相同，看是相同，但是细汉身躯交60岁身躯无相同。所以一切形象安怎变，这个话题，但是内底这个物件，连绵这个一个观念，伊永远就是遐尼孤独，遐尼优秀，做讲孤独的，讲遐尼独立。你像先生这样，看到这个看到，我讲天上天下。只有这项物件上界明白，上界永远是咱明这样公平。我们这不可能有话用空的材料做，空的是有风变有圆，那么边缘永远里面的持续永远拢袂改变，袂断绝去，袂断绝，但是伫咱生活中，咱对细汉出世到咱老，这个咱拢会是。我这有些注解，那你讲起来应该都就是自身就足清楚，就足实在，啥件事咱太讲究，他无甲讲但是真正真实的存在甲讲究。我在咱来叫就是。时光上书，嘛，本来是我时光读书去几办哦，自己把讲我心里啊嘛，这个大我心里啊，但我都讲嘛，你买这个心里啊，这心里啊，我来啊，啊这个时光读书嘛，骗入，安怎找就对啦。伊讲我知影我一个心咧袂安，不安嘛吼，心咧袂安，假如这什么？像大家你讲可以叫干嘛吼？这有人讲叫做特别安，啊，以前来说，你老师是看迄个别安就安，你讲找无我偏偏我就知我咧别安，我咧偏偏我咧紧张，我咧知影，我咧紧张，我咧别安啊。但是咱哪想讲啊？伊个咧别安，你来找看迄个别安到底是对啦，迄个讲咧紧张，迄是对啦，拿找有，我从我来讲。就讲袂出来，啊，找无到是无，找无到是，事实就存在，但是存在偏偏我不甲讲，因为无法度去提出来。你像事之不可见，佛之不可见；事之不可见，佛之不可见；天之不可论。真正正，我你用看、用听、用睇，拢袂得。啊，必然对你看哪有，就是有，但是对不对？这个理，这个理，那么合理，理不是提出来的观点。我出来讲，理才不变。知影伊讲出来迄个理是真
只是讲出来的理念嘛，毋是讲把这道完全讲出来，毋是真正完全讲出来，是讲迄个理出来，毋是讲道出来，毋是讲迄个讲出来。所以伊来讲，明明这个宇宙天地间绵延遐尼久，天中地久绵延遐尼久，伫宇宙内底生化嘛，搁生化活化生生，无穷无尽的变化，拢是因国性随着天地来。这个物件绵延遐尼久，拢做甲讲，哪是有存在的？啊，事实是存在，不过就是无论偌久拢无人法度去解决。一个上主咧问代志，为什么人代志上主啦？你讲有见证无？人有信无？我听咧讲讲见证，讲人有信无？代志上主甲讲有，哦，甲讲有，讲人有你摕到我看卖啊。但代志上主讲你既然有见证，你家信，摕到我看卖啊。但是上主无甲信，无甲摕到我甲只讲是做讲，讲唔哪在？唔哪在？啊，无你讲哪在？摕到我看卖。讲啊，煞讲迄落，哦，迄个小主咧问，迄个法师咧问，啊，煞讲迄门仔在了，袂后尾哪摕出来？伊讲，只是你无看到门仔在，毋是；只是你无看到门仔在，毋是无门仔在。但是你有看到门仔在，你也无法度把门仔在出来。是讲意思，只是咱无见性，毋是无性。准做你见性，你也无法度把性出来。啊，所以讲，你现在无法度把这个性。但是乃是这种路，这是我事实上是可以。若无伊啦吼，国性天命，国性不属是就是，迄拢袂过啊，完全拢无啊。他实际就是啊，有偏偏不给，所以政府咧说法对这个科研边啊，这看到放眼不给，讲到这个他因素来个，讲到尾要对面的大概是，伊国性叫意为啦。这四字讲用字不见，这字不见就讲袂巧，无巧，袂巧真字就对啦。我咱咧讲用字不用意思，袂巧真字啦。你再看做用字，那伊攞出来讲不懂，行咯。啊，人攞是不懂。啊，不多呢，差异是讲大的事情来对啦，就讲一定会到，但是老师也会讲不是，伊是袂死，伊是袂老，是无穷尽的，无穷尽就讲无论安怎延伸，伊就是袂尽的，哦，所以伊就点内底咧做有天地啥，到尾才讲理解，上尾啊挂啦，已经现在讲看到。864卦上尾啊卦啦，即后你已经有免去拢知影，上尾啊卦是理解卦，是讲天地无煞，无煞。而且是讲也佫有迄落无，也佫有无道的，也佫有无真的，因为若真就是已经若佫我，啊若我咧，我就去错了吧。所以而伊所归持出来的物件，伊的功用就是永远就是用之不尽，伊安怎去做，袂尽。那么这是讲伫道的部分，讲伫咱人的修心道转来，伫咱人的修心中内底要修心道转来，咱要怎去探讨这个物件？你安怎用之无尽？叫较上主难讲。道即心从无价定，咱道伫咱自身从伫自身即无价定，无价定用无尽，用之不尽。无价定用无尽利不定心上不离不离，这个可能嘛是讲用的原理，你看对吧？啊，
啊，当然，这道一定要有心中有道啊，道即心脏有计，咱心中安尼就是道啊。这个如意珠咱爱找点啊，道家来讲，迄扭转扭单咱爱用是，才有可能用之不行。咱若无伫咧修道呢，我道理讲到遮无道理通去讲啊。哦，老师若较食常讲开玩笑，无道理通去讲啊。三，你看这个真唔善啊，讲对个无好讲啦，吼，逐个请伊去讲啊，讲到袂讲开啊，无道理通讲啊。哦，啊，说出来，讲袂了，袂了啦，啊，哪咱呢？讲到尾啊，像我今日即个，像你看，即看讲，即款去改只新的，讲无道理通讲啊，像只白了白讲对无道理，大家拢讲袂是。啊，有一个代表啥？咱的心中，即个无计因，咱哪是？代表向前推进，咱天地因有无着天命对无？福顺不息，你咱自身这福顺咱无。这样我就甲咱真正这光辉，真正这真正的光芒发露出来，这出现咚咚天落出来那种。啊，所以无当然，咱就用着父亲啊，这足自然呀。道理讲三无地方就道理通讲啊，原来唔免讲要出去做人啊，要出去创啊会，要出去讲真正无位置，一切做到像上师，像迄款台湾，像迄款上师因厝，像说准因厝咧，菩萨得二生，得二种，得二生即款天台啊，唔是讲啥呀，咱小可看，如果小可就较江南才是，伊看着你啊，发明讲讲真个是讲你二三步是啊，如果讲死了了，有时话就讲死了了，用眼睛，只嘛咱就有计点做，我来就是咱做的，所以利不用心，用心上本命，你像讲三百拜通。三心四谛，用自心来对。哦，三心四谛八界流通，用咱自心来对。三心四谛，体中原八界流通心地。这三心四谛是体中来对，圆满无穷。八界流通以心地来对，来进行。而且环境好歹，而且条老子咧讲的，老子咧讲不行，以咱自心，不生不变，永久永恒不变，迄个真心，伊所生发到尾到永志不朽，已经很重视啦。哦，安尼反教的，咱是希望在过程当中，咱嘛接过反教的事情中，咱来到遮，咱是讲有的事。真的，所以讲有事，咱真讲无变无破的。道理，真道咱体会无，经文咱体会无，意境咱体会无，真正要化做实际运动，咱咧做，也都差强人，有影差强人，你不能太小了。年轻人到世界内底，经常我都拜访人，经常我都拜访人，有情所困，有缘所困，有不所困，足济拢是都要困在这魔力网中，这魔力网中内底困到死。如果菩萨你看有这样子的，啊，因无对这两个是咧平衡伊的话，真正伊因缘内底其实人我都真正如理实施，所以感觉你看做正道法内底伊就是啥个，伊咧印证这永志不朽，伊安怎印证？不然来看嘛，最近个人出来对。要讲这永志不朽，这是真正菩萨伊道义功用伊化除了，一切诸法，所有拢是道义功用。伊任何事物内底，我无让看到。
所以就做伊个境界者，啊，即个讲出伊个境界者，后了讲一心贯通一切事，一法遍行一切法，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现。千工，咱从千工有水，千工管嘛。所有无论偌济工内底月，伊是拢是有诶。安尼今仔讲即个用字不变，即个功用遮尔济，你交我看起来拢无相同。人就是人，山就是山，水就是水，海就是海，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。那伊倒看其实拢无差。毋只咱做出遮个讲ความ然如理我。如果是这个名言嘛，幡然如理我。真正无理我无变，以前咱讲无理我无变是为了看，为道体看。来到咱的身躯，这功用咧看是有理有我，但是因为伊用字不勤，无简单，无简单是道理内底。咱像咱的车咧开了，会持续开的部分内底有个字，伊的油量无钱。油量若真，油若真，车就停。啊，你咱内底迄个真正迄个动力若叫停起来，车就停起来。同样意思，咱要用字不勤，毋是伫表象上、伫形象上去咧做。所以有些咱习惯就是到尾来看变成是形象，就怎么变形象，看是自相保持就对啦，伫自相上来。咱来讲，福报。要恭敬，这是两码事啦。咱来看，福报交功就是两回事。只要有福报，只要你有善心，只要咱有爱心，这福报简单简单，唔免其他事做。当然来讲嘛，吼，世人的生活，是是结果呢？心中，因为伫造福内底，伫生活内底，心中的三福原来，祸水得福，所以还债。若要造福，要做正福报，善心、爱心，只要正用心做，我就正福报。但是若真要真正有功德，非了解道不可。我就说袂讲讲，见性是福，见是福。迄两句话简单，要达到真正见性，要达到平等。所以平等用字不勤，就讲伫一切内底，即个火照的一切水源，拢是同一条火。袂讲我即个水源，我即内底讲你迄粒较硬，我即粒较软，尾是各种的较硬，其实拢无遐拢相共，拢遐尼硬啦。哦，拢同一条火。地球无第二粒，无咱地球上看有无第二粒火。啊，你讲宇宙当中无第二个道，无第二个真理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咱伫这过程当中。道见是一定咧见是咧见道，因为经由见道了后，咱才有对世间一切法看是平等，无因我心、法我心拢存在。真正讲爱我甲众生无，即个因我法我，因即即我执一定来破坏的。像话说我执破坏的，即我的执，即一件，即一处若破坏的困难，要用。要讲有不甘愿的意思，你不甘，你不甘愿就是用亲看做冤亲，冤也好，亲也好，拢平等制度。你看大家看应该那什么，我拄咧来讲讲，先降魔先起，不先魔不先起，不先降魔先起。大家讲平安，啊无有机会不平，会平衡的。你也记得着，看着你无大言，目前这样讲的。迄个法是要死就是传作嘅，看着这人讲啊，这人讲看了要气死，这个真心咧做得出来，这法是传作嘅，但是真完无平等，无平等。所以咱伫这修行过程当中，往往是心上的。虽然互你偌拍拼啊，互你伫道中就讲活用，伫道义上讲活用功德班，咱注意到。食饱老了，完成啊，又压出来。硬啊到，十个照就都高。哦，这毋说真咱台湾是对天的。修行若毋是讲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伫咱这个
认识的过程当中，真正如理是心，对真理了解了，开始对咱自心内底，迄个神父来讲，但是怀着爱护伊，对咱自心内底只爱要诸佛菩萨所讲的理无相同的，只爱开始伫伊内底做修正。若毋是安尼做，食饱啦，咱地球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会好过，毋是无？我若爱搁食菜心，毋可能无效，有效，绝对有好。会当无？但是生死尾了的就是较好。毋过，若变成，如理是修，真正变成生死绝对了，这当无好甲。那你问当无说，修炼到第一点出现，修炼到第一点来出现，我对你买当修，对你就不在乎一点，对你的人对伊了，所以讲对伊了，讲阿妈我做做，阿妈我做伙嘛，对伊就是讲在家就是一定牵线带数嘛，对伊了，对伊了要安怎会当？要安怎当时，但无讲只有见性，成见着了因了自。我查迄关经文是安尼，成见因了自，成见生死自了。你若信无着，搁再出假去，虽然你讲你吸这个音乐，但是若是要留落去，讲你食到80岁啊，你这世界你看我是安怎？我是他地名，我解无钱，意思就叫无钱。较实际啊，所以咱即过程当中，咱大家讲，伊讲绵绵就用字不停，这用字不停就是代表讲咱伫道路上真正道场上的修法，咱要真正如何？真正即个心贯彻如四种因缘的经，对咱入道场了后，到即个任中得万数年。到就可以咱因为这个心都无去听，要安怎做？咱修行就安尼行来行来进三步退两步安尼。有时啊关键一个教，我是怎啊看无会，看我拢吹啊，我是怎啊安怎较无法做啊？啊，这就是叫电心一方面，电心甲咱长经弄，现实真正过去修行是爱到咧做啊，咱甲看了做。听着人研究讲，迄10秒前咱10秒前赞助伊，咱带有安顿老母，因为我这老母吼无法饲的我，无像我若离开我这老母，就免讲10秒前甲了饲我，你食我你毋知啊，哦，你敢有咧考虑啊？有啦吼，你若咱嘞，咱会考虑的，绝对考虑。我母也无可能饲袂使，我已经帮我来办袂使，绝对考虑啊，考虑咧到咧，心会平顺的。只原因，迄个因缘，迄个原动力，就是迄个水源，迄个原动力咱救无出来。啊，原动力救无出来，你若讲要伫后壁咧吵，你吵落去，我顶当后壁火车火塔搞袂行。这个辛苦要咱叫做食袂起啊，辛苦安怎刷袂起？所以圣人的法义，这发圣人的法思维，其中有一句根本就是有心，要安怎互咱真正做心，如法如心，安尼解释。伫道路上，咱咧如何真正我会当绵绵有足，用字不平。你若看迄人，伊总有道嘛嘛，伊做啥会较看？伊讲敢有叫别人讲好相共吗？拢叫别人相共，但是真正的修法倒来的，伊是发生的，用字不平。到尾了后，我想去看了，那我看了，人白种嘛，但是我偏偏那里做，然后要做来，然后做来，慢慢做。观念就来。道心，迄个是道心波动，道心波动要出来，差别就心理不了解。所以善心有时会起，爱心有时会起，有起有落。人家就做这样来讲，法善因有异，有些会善心，有些会无善心，但是不是差在对善心。有些我种心情总欢喜，看着大母我种心情也总无欢喜，你若想菜就当然就歹啊。这是善心起咯，但是不行呢，因缘就是啊。既然因缘就是要用福用之不勤，因缘就是安尼，一定要找迄个因缘不变对。简单来讲，迄个找无着，咱伫修的过程当中，今仔精神吼，今仔无事就明白，今仔有事就明白啊。所以就是内底感觉我可能是不行的，所以咱大概上我不如到家嘛，时间啊，出国偌济。最后，这个
公啦，济公上书，济公，咱济公啦，济公上书伊下一版，有话啊，一半话人咧做参考。伊安怎讲咧？众生依佛无殊，就讲众生标准无差别啦。大智不异依佛，真正大智慧人交无价无差别啦。即种讲唔算假的啦。咱咧看事实上是有智慧交无智慧是有差别，但是迄个差别是现象间来的差别，真正的真境无差别。所以众生标准无差，无殊这个殊就是差别的意思。大智不异依佛，大智慧交无价，当然无差别。所以讲何殊向外求报，心田自有灵珠。唔免用我去吹啦，有时候不敢讲甲详清楚，实心，就我甲心叫出来。有时候说叫你去做啦，唔好遐运动啦，动到尾你就成自己就无知啦，动到尾你就忝死啦，结果咧，去做就好啊啦，一句话就去做。也简单讲咧，叫咱的心去。啊，心跳困是回归本来的分别，因为咱的心里跳定丢太济数，这个分别出假太济，拖太济，啊，所以拖太济，丢太济，咱的心同啊袂哪能对？你讲大家都向外来找，有影无？咱里就是讲所做的，什么时阵咱是有向来找，大多数咱是用向外去走路，趁钱。放伫窗外，啊，食烧放伫窗外，窗外打个窗外啦，无像向来拄啊来学聊研究真理，你来讲伫咱娱乐时中叫翻翻主角，真修是咧，迄正是向来尔。则人咧甲伊讲，我有偌济宝藏，袂有偌济宝藏，内底宝藏比外口的宝藏更较真实，是这样。差不多拄。即个20世代做评珠宝看，讲这有宝无？这毋是宝啦，讲啥毋是宝？这国家内底这些宝贵较毋是宝。伊讲我心中若无伊宝，伊毋是宝啦。伊家己袂感觉伊是宝啦。啊，事实上咧讲伊宝是咱人咧讲伊宝啦，啊，就是代表咱人比较宝贵啦。啊，心何须向外求宝？毋通向外去做，这个法毋通向转去外。心变自由，伊咱做。伊咱生活对，所以咱念头伊就是讲大多数向外扩散，对外的追求上过济，愈济咱愈贪讲济，愈济咱提升愈济。离家1000里，回家无爱1000里。正常如离家就行随飞，但是飞机较紧安尼尔，少人1000里。离家3步，回家就3步。你若话出门换一步，随他人回家倒来是1步。这个理所拢是是正常，阮咧逐个时间咧用较短就较长。所以讲，得到道有法度互咱三那相法，有咱有法度三那袂强下毕业，伊三那咱就达过行下毕业，就讲无间业完全袂合条。咱会当处理时用行，处理时代微信无但是正常电话就会紧点，咱会当较紧张，但是这个时间是。就讲爱把这个法，把咱过伫咱的心花水了后，能够收到，遐收无尽，无可能。所以这当中了，心田主有灵珠，毕竟是安尼，所以大概上啦吼，咱或许咱报个时间就偌济啦吼。第七章呢，咱我当然报到足详细啦，即复习种我是讲讲真正无好讲。之所以讲无好讲，是咱的体会无深啊。咱即个体会，咱的意见，包括咱的思维，讲无法度深到像惯做性灵反应遐深入咱无法度啦。啊，因为遮个讲性灵跳，你讲我清楚，其他咧讲安尔，咱再愈解说，遮解说是就是愈多啦。啊，无解说，讲安尼个听下去啦。
只解说的是愈讲愈多啦，啊，毕竟说一定